喺醫療改革之後呢，我哋都聽到好多社會嘅聲音，其中一個聲音就係話我哋唔係想去濫用我哋嘅急症室嘅資源，而係真係如果我個小朋友係夜晚黑有病或者係發燒嘅話呢，一定要睇醫生。咁選擇得兩個，一係呢就去私家醫院，一係就去急症室。私家醫院呢，如果全部嘅診金啊、檢查啊同埋藥加埋，可能成1000蚊。咁而急症室會平好多。咁所以當時亦都有好多人係會去咗急症室。咁我想請問呢，喺今次醫療改革藉住今次呢個機會呢，係咪會考慮去增加多啲嘅夜間嘅診所呢？因為而家係好多地方都冇，譬如話東區都係冇夜間嘅診所嘅。咁嘅話呢，係咪可以更加好咁樣嚟去分流我哋嘅急症室嘅壓力呢？亦都讓到我哋嘅病人，如果夜晚黑唔舒服嘅時候，就唔係一定要捱一個貴嘅一個診金，又或者去衝去急症室，而係中間有一個選擇呢？唔該晒，局長。多謝阿梁熙議員嘅提問。其實咧，政府喺過去呢2年啦，一直都推動緊個基層醫療發展嘅嚇。包括我哋嘅萬病共治計劃啦，我哋個目標都係希望推動一人一家庭醫生，令到市民咧喺啲輕症啊或者呢啲咁嘅病嘅時候咧，能夠有佢嘅家庭醫生嘅。而就住你提到嘅關於一啲非工作時間或者夜診啦，甚至係一啲假期嘅時候嗰個市民嘅一啲嘅醫療服務嘅需要咧，其實喺過去咧，特別係一啲流感季節啦、長假期前後啦，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我哋醫管局方面咧都推出咗加多咗好多喺假期嘅時候同埋夜診嗰啲服務嘅，我哋係會繼續推動呢樣嘢。同時咧，亦都我哋鼓勵我哋嘅私營嘅行業同業啦，係可以喺個診症嘅時間啦，以至喺假期嘅時候咧，能夠提供多啲服務。我哋亦都而家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咧，係可以睇到假期嘅時候呢啲私人診所有邊啲係提供服務，方便市民去做選擇嘅。咁我想強調啦，呢個收費改革包括急症室嘅收費改革咧，同呢個提供呢個服務推動基層醫療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醫改入邊所講嘅係環環相扣嘅。就如果我哋純粹係增加夜診，而我哋個急症室或者其他嘅服務或個收費嗰方面冇一個調整咧，其實仍然啲市民就唔會去呢啲私營嘅服務或者夜診㗎嚇，啲診所開得夜啲都未必有人會去嘅。咁調轉另一方面咧，就係如果我哋即係唔開呢啲診所，咁我哋調整服務咧，亦調整個收費咧，亦都可能真係市民冇個選擇。所以我會強調咧，係應該要兩條腿一齊走路嘅。喺個收費調整方面，我哋要有一個推動力啊，幫助啲市民去引導佢哋服務。同一時間，我哋會提供個選擇俾市民，能夠更多嘅私營診所以至我哋嘅公營診所咧，係都提供一啲唔係一般嘅服務時間嘅服務。多謝主席。